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台中市交通大队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3月，因为开车门无注意造成的车祸有95件，有1个人死亡，98个人受伤。安尼个算算咧，平均一天都会发生1件这款的车祸。查甫人骑机车头前停伫咧路边的轿车驾驶，向拍开车门，伊闪袂赴，弄到了后倒伫咧涂骹，摔入去后壁车交过，当伤过身。另外，这个骑铁马的少年仔嘛是未到头前的轿车驾驶会向拍开车门，少年仔弄到倒伫咧涂骹，嘛去后壁车交过，急救了后嘛无互救回来。我落后壁门开开啊，往砰一个国外安尼尔。突然打开吧。 对啊，然后我们要过来的时候，他可能没看到，因为会有死角，都会突然吓到啊。真侪民众拢拄过同款的情形，嘛讲安尼真危险。台中市交通大队统计，1809年1月到3月份，因为车门拍开发生车祸的事故，拢总有95件，1个人死去，98个人受伤。 虽然这个数字较去年同期来讲已经有降低，但是这个发生的频率还是算很高。汽车驾驶人在停车后的开启车门，一定要注意来往的人车。如果开启车门的时候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那这个是可以处罚1200块以上3600块以下的这样子的一个罚金。 交通大队搁一摆呼吁，不管是驾驶或者是乘客，落车时阵爱先看目镜领啊，敢有车。这个月头拍开一撮车门，搁看一摆敢有人甲车挖过来。两段式的探头注意，才能避免意外发生。